对科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比如像说，如果哪一天就是量子力学啊这种特别先进的科学真的研究出来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找不到神在哪里，神不在天上，神也不在宇宙，那您到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您还会继续相信神吗？啊，你知道吗？我是佛教徒，知道吗？我是学佛的，你应该知道对吧？佛教是无神论，你知道吗？啊，你相信吗？可以这么说，佛教是不承认 God 造物主。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只是自己一个人透过修行证悟了。证悟了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明白了世界和宇宙的真相的一个智慧的人。他所提倡的叫做缘起性空，一切的它的本质是一个一刹那的一个变化当中，它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存在，没有存在的一个存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和量子物理是不约而同的。现在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哇，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中观空性智慧就是量子流学，他们量子物理的那个观念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但是我看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超越了量子物理的那个说法。当然，这个可能是我对这个热爱佛法的一个佛弟子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看法。无论如何，佛教是无神论制，佛教是不承认God制。他觉得有一个造物主的话呢，为什么他如果是有意的做的话呢，那为什么都不是完美呢？如果他是无意的做的话呢，那就是他是一个罪魁祸首，知道吗？然后比如像说我们不就在许愿吗？然后呢，这个许愿的东西它是不是也不是那种100%就会成真的？然后呢，我就相信，我以前有这种疑惑，就比如像说全世界80亿人，然后都在那块拜，然后呢每天都拜，连着拜10年，每天就拜，就是说，把筷子这么往下扔的时候，筷子就是不会掉到地上。但是，那么就是比如说80亿个人都这么拜，然后拜了10年，那么第11年的时候，筷子这么一扔，它真的会就飞起来吗？我懂，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啊。这个质疑其实是非常对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这个佛教呢，反对天天烧香拜佛。烧香拜佛的意思就是天天在庙里面求这个求那个，这个说法是佛教是反对的。但是佛教并不是100%反对，你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个只是你要完成这件事情有各种因缘的其中一个因素。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饺子是吧？要外壳里面的馅儿，还有一些火，还有锅，还有水，其中少了一个我们没办法吃，所以一个没办法完成，但是缺少一个也不行，所以他们都有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的。只有面粉，你就是堆了1000万公斤也不会变成饺子啊。一样的，只有祈祷没办法，有祈祷有行动的话呢，这个祈祷是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成为你的行动更加这个实现的一个祝愿。 OK， 所以这两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是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啊，跟你讲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爸爸带着3个孩子，可能他的妈妈去世了，然后结果呢，他们那边有一个饥荒，大家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结果呢，爸爸家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的。那个时候爸爸不忍心眼睛看着孩子们一起就是饿死的那样的场景，然后呢，他在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泥土啊什么的，
挂在那个孩子们，一般就是拿不到的那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他说是我要出去一下，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这个，那个里面有吃的。孩子们说好，爸爸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因为爸爸吃不下去嘛。孩子们觉得那边一定有一个吃的东西，爸爸回来我们吃。真的这样，他们尝了很久，就是没有死。结果有一天他们等不到了，打开一看，你们原来不是吃的，他们当场就死了。很多军人也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他的毅力简直了，他们肉那个已经明明就是没办法，好像承受的，因为他们的毅力，他们无论是嗔恨，无论是爱，那个强大的信念是会成为他们的支撑。这个精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说，除了无体的东西之外，精神层面的爱、智慧特别重要。所以祈祷的时候，你的信念是很强大的一个状态，所以比较容易实现。同意吗？有些青少年哈，他都已经非常优秀了，对，但是他不快乐。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青春期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我作为家长，我作为妈妈，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对，这个其实对宇宙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更重要，更实际。宇宙的问题。宇宙想听宇宙。所以其实我说的，你妈妈的这个问题，比起宇宙的问题、量子物理的问题。黑洞的问题比较起来的话呢，非常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有时候懂得越多的智慧，其实也没办法解决生活当中的全部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对智力、对智慧，确实要有一个追求，但是同时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就是这么的一个存在。你过了这个阶段，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那个当下，你就是能够，看得没有那么重一切的事情，看得比较简单一点的时候，不会不快乐。你可以想考第一名，你可以很努力，你可以想变得很优秀，但是万一真的做不到，也是还是一样。这个世界上的成千上万个人当中的一样这样，所以这个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就很努力，一方面呢就是一切的结果都我能够接受，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个时候就不会不快乐的。你说？我有2个问题，我就连在一起问了。第一个是您觉得快乐到底是什么？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个人他这一生里边，到底是快乐更重要，还是为社会做出贡献更重要？所以就比如像说，就是那种希腊传说中的，比如像说就那种英雄呀 ，Achilles 呀这种，他都活不久，他就是20几岁上战场，就是很威武，但是他很快就死了。或者比如像说马斯克。他这辈子真的为人类带来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为人类就迈开了一大步，但他这辈子过得也不快乐。还有更多人，就像张朝阳呀这种，然后呢霍金啊，他们为这世界做了这么多东西，但他们都不快乐。SpaceX，特斯拉那个。OK， 我知道。第一个，什么是快乐？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吧？但是呢，什么是不快乐？对你来讲的话，很真实的东西吗？你觉得我不快乐，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吗？那就是他的相反的那个感受叫快乐。那我觉得也有2者之间的东西。当然有，也没有很当下非常快乐的一种兴奋的状态，但是没有不快乐。就像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善恶无极，第3者的状态叫做无极。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古老的一些很多智慧和那些哲学里面完全有这些概念的。所以呢，但是这个其实不是重要，主要是什么呢？真的有没有所谓的快乐？肯定有的，快乐带来我们健康，快乐带来整个身边的人，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对吧？痛苦让你哭，快乐让你笑，这么是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快乐和痛苦有身体的快乐和痛苦，心灵的快乐和痛苦，而且身体呢跟生理有关系，就更是不可否认的，是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呢，活得就好，那有意义的活得就好，那个没有绝对的答案。所以呢，有一些西藏的一些大师的一些著作当中说，你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活60岁也没有意义，有这种说法。60岁以前来讲的话蛮久的啊，所以现在60岁还不是什么了。你是一个有儿巨儿，现在巨婴什么巨？巨婴哦，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了，就是说的很难听了。你就是对社会没有贡献，你这生命当中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是60岁也是你是一个巨婴。所以呢，有意义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对自己的快乐，一个人的那个快乐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大的意义比较起来的话，可能有时候是这个也跟刚刚说的一样的，就为了救5个人牺牲1个人那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的承受力和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可能真的你做大事情的时候，自己带来快乐和压力和这些是存在的，但是至少你通过你自己的这个不愉快的经历能带来100个人快乐的话，那可能你是可以这么做。另外一个呢，我不太认为埃隆·马斯克是不快乐的，当然他也可能有社会压力，但是我觉得他是又是做大事又是蛮快乐的一个人。对，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也就是在快乐和不快乐之间吧，就是他不快乐，就是他就类似于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包括在那种18年然后疫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他情绪非常低谷，他也受到过网暴，然后呢，因为他工作非常忙，所以他和家人的时间也特别好。但他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很快乐，因为呢他在做他自己想干的事情，所以可能的确这个呢，埃隆·马斯克的这个在世界的眼里，这是大家都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痛苦和快乐的一个混合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是我们佛教说的轮回痛苦、轮回过患，就是一切轮回当中的快乐，一定有一个副作用，一个不快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有乐快乐，有没有的有，乐三点水，有乐快乐，无乐快乐有2种。有乐快乐是什么呢？你再有钱、再有能力、再有势，那就是这个当中还是会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